大家好，我是腿姐。今天说的最热闹的可能就是 A 股市场迎来了9月份最大的利好，那就是北交所的设立啊。所谓新300人，等待了15年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终于得到了最高规格的官宣。在这15年里新300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也有很多的机遇。历经了全国股转系统，再到北京证券交易所一系列的规定，最终串联起来，未来将会是中国的纳斯达克。有人疑问我们有了上交所，有了深交所，为什么还需要在北京做一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呢？这个腾空出世的北交所由何而来？它又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呢，我们就来讲3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证券市场的支持。北交所源于新300，要明白北交所的意义，你就得先清晰地知道新300存在的价值与作用。新300诞生的时候，就与高新技术发展息息相关，而今高精尖技术的重要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一个国家终有自然资源慢慢枯竭、人口红利逐步结束的一天，那么经济发展也无法一直依赖于自然资源与密集劳动力。当然呢，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都很重要，只是资源会逐步消逝，且定价也容易被把控在西方国家的手上。至于人力资源，周期就过长了，因为人口从出生到成为有效的人力资源需要20年的时间，唯有知识资源永不枯竭，甚至可能越用越多。也因此呢，国家绝对会重视科技发展、科技创新。那么接下来，新300与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科技发展、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创新的载体，科技型企业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投入在短期内是无法变现的从而呢需要支持企业的长远发展，这就需要融资。这些科技企业能否通过银行获取债权融资呢？很难，因为风险很大，债权融资收取的是固定利息，天然是要去规避这种风险的。因而呢，只能走到股权融资上面去。PE、VC 这类的股权融资收益不封顶，超额收益匹配了高风险，尤其是一旦企业上市，就能带来超额股权溢价。所以呢，支持科技发展、科技创新必须依赖于股权融资。接下来的问题是，股权融资又面临一个估值的难题。理论上，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但这很难准确预测。要解决这个难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上市让股票在交易所、在2级市场进行交易。有了股票价格之后，根据股票价格来确定融资价格，这就很容易为投融资双方接受。所以，证券市场对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持作用，而且还不止于融资。好，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北交所成立是缩小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意义之一。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证券市场格局。中国经济格局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东西部差距的问题，还有南北差距。按 GDP 排名前10的城市当中，整个北方地区只有北京一个城市，甚至连天津这个直辖市的 GDP 都已经滑落了前10以外。尽管有人说南北差距被夸大了，但是北方经济相对于南方整体停滞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北方资本市场相对于南方落后，证券交易所是经济运行的心脏，给企业输血。沪深交易所每天成交量10000亿以上由于2级市场交易非常活跃，1级市场融资功能也被带动得很强。无论是 IPO 还是上市公司再融资，不断的给这几千个上市公司输血。由于交易所在南方，所以南方企业尤其像长三角、
珠三角的企业在上市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很大的便利。本来呢，新三板是中国的第3个交易所，但是目前由于投资者开户门槛太高，导致交易量太小，融资功能不强，这些难题交织在一起，所以北交所应运而生。这是第2个意义。那么第3个意义就是完善证券市场的分类，为中小科技型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所以如何改？首先看不同类型交易所之间的区别。证券市场的核心功能是交易，交易的本质是给企业定价，对企业进行估值。估值有2种方式，一种是基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自己定价，这就是所谓的竞价交易。另外一种呢，就由做市商来引导，投资人基于做市商的报价来进行报价。对于高科技企业，一般的投资人看不懂这些企业的价值，因为可能持续亏损，为何还能报出这么高的价格呢？这就需要做市商的引导。所以证券市场的分类就是有做市商和没有做市商。比如纳斯达克有做市商，纽交所是没有做市商的。纳斯达克为高科技公司服务，纽交所为传统企业服务。一个高科技企业，普通投资人看不懂它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企业就比较适合去纳斯达克上市，因为纳斯达克有做市商。当这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变为传统企业以后就可以去纽交所。所以纳斯达克有企业转去纽交所，不是说这个企业发展好了以后去纽交所，也不是说企业不行的时候在纳斯达克。真正的逻辑是，企业以创新为主的时候，需要做市商的时候去纳斯达克，不需要做市商之后，那么就去纽交所。反之也是一样，当一个企业从传统转向需要创新的时候，它的业绩不稳定，价值不好评估的时候，就转板到纳斯达克。目前横空出世的北交所就是需要服务助力中小科技型企业解决其融资问题，同时呢也解决科技发展、科技创新的问题。以往我们试图通过新三板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在新三板上投资者门槛很高，这就带来了流动性低、交易活跃度不高的难题。后来呢，我们给新三板赋予了转板制度就是新三板的精选层企业可以转板沪深交易所，但真正能转板的企业并不多，而且转板的程序和直接 IPO 似乎差别不大。现在的改革方向坚持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维持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相比以前呢，这无疑又是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期待新三板与北交所能进一步降低投资者门槛，有活跃的2级市场，就一定会有繁荣的1级市场。好，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了北交所成立的3个重大意义。那么如果对北交所概念股票呢有兴趣的朋友就是有关的概念股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互动，打上北交所，我就会把股票名单发给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视频再聊。